大家上关心的1万块当时会当摕到，你若是用登记入校，11月5号会当开始登记啊，上紧11月12号，你若伫 ATM 啊、邮局啊，拢会当办吼。啊，即马分你这1万块里面啊，开真侪业者、电商的平台拢提出各项的优惠，要讲啊，你1万块来买阮的物件就对啊。 全民普发1万元，想在实体 ATM 机台领钱，从11月17号开始开放领取。如果想要更早一点就把钞票拿到手，你也可以上网登记。为11月初5开始，就当先用身份证买数来登记。11月初10全面开放登记，钱得为11月12半入口做，除了收费入校 ，ATM 领钱11月17开始，邮局是11月20开放。人卡接有赔，保护金新推出加码活动，若透过 ATM 领钱或者是登记入校，就当参加抽奖冲业绩。超商7-11嘛祭出4大优惠方案，为11月初5开始，用钱买不记名商品卡，金额变大，搁加上点数，搁有食品饮料等费组合。老了要存钱才，那先补贴家里吧，因为家里住花莲啊。考虑一下。 买一点新，添置一点新的家里的装置或设备。家电3C卖当趁机会换新，趁开优惠活动到11月初6，全台湾门市含线顶购物商品上架5折，金额无限制，可当抽10万块点数。下铺发出全通路买商品，一张发票满10万，就送你1万块超市电子礼卡。电商平台486团购早就伫咧10月就先推出万外块红包活动，加入会员就当领优惠号码。 1万块真紧就要入口袋，民众得赶紧好好规划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